OK，咁我哋落到下一隻樣啦。咁啊，其實你問我成個 AMI 即係以 DSE cut 到岩岩慘慘咁冇分別咧，其實全部都係鬼樣樣。咁你會見到嗱，下一隻樣我哋就望一望第79頁先。咁啊，以下呢個環節咧就呢個同頭先我哋一路做開嘅最大分別名。頭先嗰隻咧就散咗好 hea 曬出嚟嘅。OK，好冇咁樣，然後叫 proof 啊 ，OK， 全部都係樣，即係我其實得幾個樣嘅，一係就係分數樣啊 ，OK，一係咧就係 factorize 相，咁其實 factorize 即係分數樣啦，都係同一件事。咁嚟緊呢隻咧，其實佢用嗰啲嘢一樣，但係多一件事就唔寫散到好，就另外一個 summation size 咁，即係其實我哋喺第一堂嘅時候做㗎啦，係咪？今日做緊咩啊？即係如此類推咯，即係由到尾，即係你可以寫翻散到啦。所以其實成個故事好特別就係代1啊、代2、代3，如此類推到 n， 然後中間寫成加號啦。OK，for all possibilities n， 咁就話你夾埋幾個選擇嘅。DSE version 咧就係簡化版啊，唔使叻 PN 咁，但係我自己之前講過啦，即係我話喂好重要，我叻 PN 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令到大家同學，即係我覺得又唔使咁寫多次咧，係咪就 be the statement，OK，be 呢個咧呢一嚿嘢 ，OK，然後抄啦3K 5次加 K 3次，等於 N 3次 ，N 加1 3次除2 for possibility N 嘅呢條嘢啦，OK 好冇？咁然後就話然後咧就 P1，OK，for N 等於1咁咪 check 咯，呢啲全部都唔係重要，for N 等於1，你見到成條問題好廢嘅，4代1啦，OK，咁啊3乘1，咁呢個問題點解無啦啦要講呢隻？嗱呢個問題嚟自2021年嘅 DSE 嘅問題啦，咁你會見到咧條問題仍然都好廢。咁啊，即係呢個係 K 啦，呢個係 K 啦。咁然後代1由1加到2咪是第一粒咯。所以今日咧左手邊咧就會係3乘1嘅5次加分1嘅3次啦，第一粒，然後加到第一粒，唔是第一粒啊。所以見到4嚟嘅 left hand side。然後咧就 right hand side 啦 ，right hand side 就會係1嘅3次啦，然後1加1嘅3次啦，除2。所以呢個咧就會1乘8除2，即係4啦。咁因為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咁啊 P1 is true 啦。我認為 N 等於1 is true 啦。咁另外就中間嗰句assume 就 PK is true。OK，is true 就 that is 咁然後差一次啦，咁就話但係其實故事一樣嘅，即係你見到assume 咩 is true 咁 DS 咪差一次咯。咁但係其實 that is 咧係咪都要寫㗎 ？that is OK， 即係佢加到去嗱冇 PK 啦，因為好明顯都見到呢個 K 嚟㗎啦，用翻同一個人弄咯。PM is true， 咁即係話加到 M 啦。OK， 近代DSE 都中意用 M 嘅，即係費事如果用 summation size 嘅時候咧會撞咁，但係其實成個故事好廢嘅。總之我assume嗰一粒啱。咁然後後面嗰粒啱唔啱啊？如果呢一粒啱，如果我呢一粒啱，後面嗰粒又啱嘅話，咁即係咩都啱啦咁樣。咁啊，that is OK，for some m， 即係 m 嘅時候咧就啱啦。OK， 咁樣咁然後就 consider for n 等於 k 加1，即係 m 加1啦，下一粒啦。OK，咁即係話由呢一粒加到 m 加1啦。嗱，好明顯打過喺觀眾你會見到嘅，即係話喂，其實同我頭先 assume 嗰句嘢最大分別，明顯你見到啦，就係嚟自 m 變咗 m 加1嘅。咁我加到5變咗加到6，多咗咩？多咗粒6咯。我哋做summation size點都係喺第一堂同大家做個仔，因為我想大家見到以下呢件事。喂，我加到去10同加到11，多咗11。跟住由頭到尾呢嚿嘢咧，就等同於加多咗粒啦。OK， 3K 3次啊，加翻 K 3次啊。呢個係 K 3K 5次啊，加翻 K 3次啊。再加多一粒代 M 加1嘅時候 ，OK 好冇？所以其實你成個故事對於你嚟講summation size係乜嘢啊？咪就係代落去，然後如是去做加號咯，中間填埋個加號就完啦。OK， 咁而家個故事係乜嘢？然後根據題目講嘅就等於呢嚿嘢。嗱，頭先我哋 assume 噶嘛。我就話只要加到 M 咧，佢應該呢件事都啱嘅。OK， 好冇？咁到底加到 M 加1，咁呢件事係咪都啱啊？嗱，我哋目標好簡單嘅，就係做到嚟呢隻樣。OK， 然後當個 N 代做 M 加1嘅時候，即係話我希望變成呢個樣。記住嚟先。然後將個 N 代做 M 加，喂心底我都話啦，做 MI 好死，同埋近代 DSE 咧，你會見到呢條目標咧，就覺得你應該要 factorize any 嘅一個 polynomial， 但係我做證明嘅，即係話喂，其實今日阿哥即係我當大家堂啱啱入到中4。你識 fact 一個2次，你唔識 fact 3次，你唔識 fact 4次方程啦啩？但係唔緊要，我哋今日做緊證明，我上面做過一次。跟住我想做咩啫？我想代 M 加1嘅時候都啱，即係我希望呢嚿嘢咧，代個 N 係 M 加嘅時候，呢條式都啱，即係 M 加2嘅3次啦。樓下咧就2，我希望做到呢隻樣。OK， 即係話如果呢隻樣能夠變到呢隻樣就好啦。咁我就然後呢度寫啦，所以咧 PK M 加1就 is true， 然後就擺 MI 寫埋啲垃圾嘅啫。This is true for all possibility n 係咁啦。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好明顯你會見到由呢隻樣 ，OK。呢隻嘢變成呢隻嘢，明顯就做咩咧？3合1，1、2、3，三隻合一隻嘅，啱唔啱？咁但係喂，你想做3合1啊嘛？起碼有幾樣嘢你要見到咧。第一個大家都係 M 加1啦，係嘛 ？M 加1啦 ，M 加1 ，M 加，明顯即係陣間你又係做咩啊 ？Factorize 咯。係啊，我話 DSE 而家冇創意嘅，全部都係 Factorize 嘅。咁第二件事，大家都有個 over 2啦。咁如果你問我目標為本第一下，我第一步乜都唔會做，掹個 M 加嘅3次出嚟，第二步掹埋個 over 2出嚟，起碼似先啦。係咪？咁第一個參過咩？參過 M 3次，第二個參過咩？參過3M 加1 2次，第二個參過參過咩？參過參過 over 2啊，所以你個參過 M 3次啦。第二個咧就冇 over 2嘅，所以你仲參過2乘2。第三個咧就參過2啦。OK，M 加1 3次 over 2變成 M 加3次，咪參過2啊？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多咗乘2啦，呢個多咗乘2啦。OK， 係要點解又會見到 marking 得嚟就咁樣寫咧？因為正常人係望住目標做噶嘛。咁而家你會望到啦，好明顯正常你做咩？如果能夠嗱 M 加1 3次變成 M 加3次 ，over 2變成 over 2，如果你有能力將呢一嚿嘢變成呢嚿嘢就好啦。咁通常DSE 咧就會 assume 大家你爆開完好啦，爆啦6M 2次
加12M 加6再加24加8就 over 2。然後就 assume 你下一步咧就見到呢個樣㗎，因為其實事實上咧 program 係有幫大家同我做呢件事嘅 ，core 做唔做咧 ？core 會教你做一個3次嘅 equation 嘅一個 polynomial 做 factorize， 但就唔 assume 大家要做嘅。但係同埋都有句啦，你做 MI 啊嘛，你做證明啊嘛。既然你知道 factorize 變成呢個樣，你仲撳咩機？你仲唔做咩 factorize 咧？我 game 中間冇有錯睇到破綻啦，你爆下呢個咪到啦 m 加2嘅3次你唔識爆，即係 m 加2嘅2次乘多個 m 加2咯。我 m 加2嘅2次係咩 ？m 2次加4m 加4乘多個 m 加2咯。我然後就爆完咗 m 3次啊，加2m 2次啊，加翻個4m 2次啊，加翻個8m 啊，再加翻個4m 啊，再加翻個8，即係6m 2次12m 加8咯 ，exactly 即係呢個樣。OK，咁你問下中間有冇 set 分咧？答案係冇嘅，即係我哋話其實 DSE 好無謂嘅，最值分最有用嘅呢步。但呢部你係咪做㗎？冇人做㗎，係咪屈佢出嚟㗎咯？就係咁啦，好冇？嗱，歷年嚟都話喂，多唔多喺 MI 度出現 submission sign 咧？有嘅，咁而且好多時候咧，我後期會講㗎，即係MI 除咗單獨出一條太廢啦，佢有啲 application 即係用翻條 MI 證明嘅嘢嚟舐下面啲着數啦咁樣。OK，咁我會做其他嘢嘅，咁但係有一年咧出得好啲嘅，但係做喺度之前咧，我想大家試一個先，試一條舊細啲嘅樣，09年嘅問題先，09年 OK。第先啦，81頁咧，好冇？試過09年嘅樣俾我睇下先，好嘛？09年嘅問題，同一個故事，你會見到嘅，呢個咪就係將頭先嘅嘢，又submission sign。如果呢嚿嘢係擺喺散號出咧，係一樣。OK，咁我哋試一試見到submission sign 有咩分別？咁啊，當中有一年咧真係值得講下嘅，好冇？咁啊，嗱我哋節省時間 ，N 1唔做。OK，assume N 1左手邊幫我做埋啦，呢個1乘4啊嘛，左手邊4啦，右手邊1/3，1乘2乘6啊嘛，即係4啦。係嘛 ？OK， 4啦，咁所以然後就話啦 ，left hand side 呢個等於呢個 DSE 冇話嘅 ，note that 呢件事啊嘛，呢個等於呢個等於4，所以 n 等於1嘅時候 is true， 咁啊 assume 埋啦 ，OK，n 等於 m 嘅時候 is true， 咁即係話咧呢嚿嘢啦，即係 assume 呢嚿嘢咧就 is true，k 加3等於1/3m 乘 m 加1乘 m 加5 is true， 然後就 consider 啦，到底呢嚿嘢做唔做到咧？咁樣你見到其實成個樣，即係喂，如果 for n 等於 m 加1嘅時候啱啱咧咁樣 ，OK，k 加3，然後做啦咁樣，好冇？1分鐘做過去，淨係做呢步啫。目標寫住個目標先，開始。有冇分別啊？冇咯，係咪？咁你見到我將呢個我assume呢件事啊，我設法用翻上面條式噶嘛，係咪？因為我知道上面個音，我知道加到 m 啱，加到 m 加啱唔啱啊？咁樣即係前面 m 教，然後加多個代 m，k 等於 m 加1嘅教，係咪？即係 m 加1乘 m 加4啦。咁前面嗰個咧就係1/3啦 ，m 啊 m 加1啊 m 加5啊，後面嗰個咧就係 m 加1啊，然後 m 加4啦。我想做咩先？我目標好簡單嘅，變成呢個1/3 ，OK。M 加1 ，M 加2，即係話我希望 M 加1嘅時候呢個先啱啦，即係代 N 對 M 減1啦 ，M 加1啦，係咪 M 加1啦？然後 M 加6啦，我希望做到呢個樣，做到呢個樣，咁即係擺 MI 啊 ，N 加1又 M 加所以 for N 等於 M 加1 is true 係一成數背書嘅，所以嚟到呢步你好想飛我條片㗎係咪？呢個條問題好簡單，佢講所以擺 MI，OK 咁啊，然後P N is true is for N， 即係呢個 true is for N 啊 ，OK 咁啊中間做啲咩？又係個問題，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去到都中間尾啦。擘大眼睇嘢，我有個1/3，係咪？我有個 m 加1，我有個 m 加1，其餘冇啦。OK， 即係話今日如果你問我個3/1嘭嘭聲咁掹埋出嚟 ，m 加1掹埋出嚟，第一個咧差個 m 加5，後面嗰個咧就應該差個3m 加4。其實聰明寶寶咧，嗱呢條咧就啱啦，正常啦。因為入邊講咩㗎 ？m 2次啊，加5m 啊，加3m 啊，加12啊，呢咪 m 2次加呢個8m 加12咯。喂，好有誠意啦嘛？呢個同埋阿哥你見到啦，1/3對咗 m 加1 m 加對埋，即係話呢個正常變成呢個樣。你無論 Google 又好，真係人手 factor 都好，呢個冇 step 啦啩？你唔啱佢啊？你真係做㗎，同頭先個4次一樣。只不過你見到舊制呢啲咧，仁慈啲人，去到最後嗰步真係做咯。2次一 fail 到啦啩？而家呢啲咧多餘到死，冇啦叫你 fail 過3次，唔係 fail 㗎，要做屈佢啊！我哋咁啊，衰成就好無聊，好無聊嘅。跟住見到成個 procedure 咧，同我哋做散類有啲分別都冇。咁但係有一年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好多後改嘅，一條好嘅問題嚟。我哋試一試，好近年㗎啦，80頁啊，2022年嘅問題啊，3星。呢個問題值3星，原因你一路做嘅時候咧，一路觀察下 ，OK， 到底呢個問題有乜唔特別？呢個問題咧，成個 idea 出2次嘅 ，OK， 你會見得到啦。嗱，查下最特別，大家都查到啦。就平時正常咧加，然後證明聽到 n 啱咯，今日加到2n， 咁我冇乜分別啫，係嘛 ？OK， 佢另外呢有一條咧都出翻同一件事嘅，成個故事係咧，成下佢去到第後面嗰隻樣子咧，成下查一查先，去到第105頁咧，係查下先，105頁咧係。OK， 你可以查下。喺2019年咧都出現翻同一件事，加到2n，
見唔見啊？好冇？咁咧呢隻樣就唔係第一次出嘅，所以我就話。咁啊第二件事呢個問題咧，俾嗰條咧，你見到啊，下面多咗 B part 啦，同埋你見到咧佢再賤格啲，由 N 開始。呢度咧係咁多年嚟嘅 MI，即係10幾年 DSC，MI 嚟講咧，呢條係最有意思㗎。我哋其餘都係廢嘅。咁我試下頭先我哋講嗰條先，好冇？頭先嗰條最 original 嘅2022，OK，咁啊冇特別樣嘅。雖然你會見到年份上咧，頭先我前呢度係簡單啲嘅，其實係冇咁大試一試呢條。呢條入邊用緊嘅技巧咧，但係應該今日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學 MI，呢個第一次做，好問題嚟嘅。試下會唔會中伏先，好冇？2分鐘開始。好啦，有冇分別咧？嗱，首先我哋一齊望一望先，淨係由第一粒開始已經有啲分別，因為加到 EN 啊，咁今日第一粒就 chance 俾打底，即係有 assume 即係叻個 PN 又好，你真係做咗就 note that，OK 呢個 note that 其實冇咁容易 note that，所以我今日啦叻 PN 就 be 呢句嘢啦。OK K 等於1 2N 負1嘅 K 次 K 2次等於 N 乘 2N 加1，想證明呢個式啱 for all positive n 唔差多錢，好冇？今日check P1 啦，咁 P1 做咗啲乜嘢咧？for N 等於1 ，OK for N 等於1。OK，呢個咧就係由1就加到去2嘅，OK 負1嘅 K 次啦 ，K 2次啦，由1加到2次，代1嘅時候咧，負1嘅1次，1嘅2次，再加代2嘅時候，負1嘅2次，2嘅2次，呢個就係負1嚟嘅，2加4即係3。Left hand side，right hand side 咧就會係 OK，right hand side 就會係今日係代1啦，即係1啦乘翻2乘1加1啦，咁亦都簡單啦，3嚟嘅。OK 冇問題咁啊，所以今日 P1 就 is true，P1 is true， 然後咧就 assume 啦，咁又係嗰啲垃圾句啫 assume。OK，PK 啊，咁又係講問題啦。今日唔好用 K 咧，咪用盡啊嘛。PM 啊，某一粒你唔中意用 M， 你用咩數字就得嘅，好唔好？唔好用 N 咯，唔好用 M 咯，因為我想話所有 N true 啊嘛，唔好用同一個 notation 咁白痴啦。It's true， 咁即係話咧，由1加到去2M 嘅時候，負1嘅 K 次 K 2次咧 ，OK 就會等於呢隻嘢啦。呢隻咩㗎 ？N 啊乘翻隻 M 啊乘翻 2M 加1啊。就是這樣子啦，好冇？好啦，然後就話啦，然後就 for n 等於 m 加1。嗱，呢個咧就我成個當然啦，前面嗰段全部都係廢嘅，最重要就係呢個位置。講觀眾一齊望先。呢個做出嚟嘅嘢點解要用 summation sign 嚟寫？因為唔用 summation sign 嚟寫咧，你會發現佢寫唔到呢個效果。OK， 到 n 等於 m 加嘅時候咧，呢個2 m 加1。OK， 負1嘅 k 次 k 2次。嗰觀眾同頭先最大分別乜嘢咧？即係話今日其實你加到嘅位置咧，由 k 等於1係加到2m 加2㗎，係咪？嗱，正常打馬蛋你見到。喂，咁但係頭先係乜嘢咧？頭先我做嗰條你查下喂。頭先我做嗰個咧，由 m 變成 m 加1，OK， 咁即係由1加到 m 變成1加到去 m 加1啦，由1加到6變成加到嘅7，咁所以咧就咗一粒嘅，就係代 m 加嘅時候。但係嗰個你望一望以下呢個，我由 n 代咩話？由 n 代 m，OK， 即係由1加到 2m 變成 2m 加2咧，阿哥啊！唔係雙數項嚟㗎，即係我由 2m 變成 2m 加2，彈下彈下，但係人哋今日我哋如果係講緊2468就係 2m 下一個咪 2m 加2咯，但係正常 2m 下一個唔係 2m 加2嚟㗎嘛 ，2m 下一個係咩㗎？係 2m 加1嚟㗎，亦即係話今日咧呢嚿嘢其實由始至終係等於原本嗰一粒 2m 由1加到 2m， 你要用翻啊嘛，但係唔係差一粒啊，係差咗兩粒啊，你諗清楚你曬代個數字你就明㗎。我原本咧就1加到去你代5啊10啊，係咪？由原本係1加到去10，下一個係咩？由1加到去代5啊嘛12嚟嘅。咁啊，即係10、11、12咯，差咗兩粒咯，好冇？咁所以你會見到嘅，起碼多咗粒11先啦，即係多咗粒代 M 加1嘅時候啦。OK， 亦都多咗一粒 M 加2嘅時候啦。OK， 咁啊講一次乜都明啦，講得咁鬼慢，啱啱啊？個樣子就係咁啦。咁當你有咗呢件事，你會見到喂，而上面咧就送咗俾你㗎。呢個根據上面我哋 assume M 嘅時候，啱即係呢個 exactly 等於 M 乘 2M 加1啦，就加翻個負1嘅 M 加1次，就係 2M 加1次，呢個 2M 加2啊嘛。OK， 參咗 2m 加1同埋 2m 加2嘛 ，2m 加1 2次 ，2m 加2 2次。OK， 好冇？咁所以呢個咧就會係 2m 加1嘅2次啦，負1嘅 2m 加2 2m 加2嘅2次。嗱，各位觀眾留意翻個問題啊，即係大家唔係第一日做呢個問題咧。正常咧，如果真係 keep 呢嚿嘢咧，你就冇係咪目標為本啊嘛？又縮翻細啲先，目標為本啊嘛，你想做咩先？由始至終咧，我係想做翻細啲。由始至終我係想做到呢一個樣，代做 M 加1其實，即係話如果我能夠做到 M 加1乘翻2M 加1再加1，即係做到 M 加1乘到2M 加3咧，嗱就呱啦啦啦。但係你一日 keep 呢隻咁嘅死人嘢咧，你一日冇可能做到，因為樣衰。咁啊大膽，即係負1嘅幾多次？我記得兩個選擇嘅，一係1，一係負1。咁 depends on 一定負1就 depends on 呢個單身，在於一個 sorry 在於一個 DSE 要考 M2 嘅同學咧，喂。你要表示個雙數最簡單，2乘都等於雙數，2m 下一格即係雙數下一格單數啦，所以呢個係負嚟嘅。2m 加1嘅2次，2m 係一個雙數，2m 褪後兩格雙數嚟嘅，即係正數。2m 加2嘅2次，喂留意翻啦，阿哥，2m 係一個最簡單嘅 even number 啦。
啱啱？二乘任何嘢都係一個 even number 啦，咁 m 係一個整數嚟噶嘛，所以二乘任何要表達一個雙數，你唔會叻 x 係雙數，你要表達個單數難好多。你表達一個任何咩叫雙數啊？能夠俾二整數啦，即係二嘅倍數啦，二端咪二嘅倍數啦。所以你表達一個3嘅倍數3端咯，我呢數咧10嘅倍數10n 咯，係咪？咁最簡單，所以表達個2嘅倍數即係雙數咧2端就啱啦。好啦，咁呢樣子就應該係咁嘅，啱啊。好啦，咁你會見到嗱，而家個問題你會見咧，同頭先最大嘅分別係啦，係咪啊？呢條問題兩下一個樣，我答先。係冇同一嚿嘢，我希望見到 m 加1，我希望見到 2m 加3，係冇同一嚿嘢，見唔見啊？咁即係咩意思啊？冇嘢抽咯，即係冚掉重練咯。即係話我希望由呢個變成呢個樣，既然可以有二次，咁冇辦法啦，得個選擇。呢條問題咧，比我哋頭先做咁多條最大分別就係頭先嗰個，你明顯你會見到嘅，喂，明顯你由呢個樣，翻返頭先睇下，你由呢個樣變成 OK， 你由呢條色呢位先，呢條色你要變成呢條色，大家都有 m 加1，係咪？咁你要就咁個 m 加1啦。你由呢條色要變成呢條色咧，唔似樣噶。OK 好冇？你要見到 2m 加3，佢冇；你見到 2m 加1，佢又冇。咁啊冚掉重練，即係爆開去，冚掉重練 fat 過咯，係咪？你都知其實有啲仲 fat 到嚟，先嘛減 4m 二次加 4m 啦，加1啦，加翻個 4m 二次啦，再加翻個 8m 啦，再加4啦，搞掂啦。然後我所以個樣子咧，你會見到噶。嗱咁個樣子就係 2m 二次。其實我想講正常人，你 check 下 m 啊減 4m 啊加 8m 啊，即係 5m 啦。然後 OK 呢個加 m，sorry 啊 ，OK 好冇？然後減1加4，即係加3啦，搞掂啦。咁呢個喂撳機都 fat 到啦啩？咁我就所以咧，Pm 加1就 is true 啦。OK，咁冚住重練呢陣 expand 我其實都係嗰個 M2 我後期咧又要做 D 又做 E 咧，我唔做咁多，我當第一課輕鬆啲，我做多啲啲 expand 俾大家睇。OK，然後 by mi，OK 就呢次 is true，Pn is true 就 for all m 啦。OK 好冇？就係咁簡單。咁啊先，但係留意翻一個問題，其實最重要就係咧由 m 變成 m 加2啦。佢突咗隻，佢唔係第一隻，佢突兩隻。由 m 變 n 加第一隻，我哋由 m2m 變2加2咧，係突咗兩隻，好冇？咁所以突咗兩隻出嚟，得嘛？咁呢個咧要留意，冇問題。咁啊，起碼 submission size 呢部分冇事啦，好冇？好啦，第83頁第4題，雖然呢條問題咧，你見到4.4咧，呢個問題就唔係頭先我哋擺喺頭先嗰隻樣，但係你話喂冇 submission size，嗱呢個問題如果頭先有聽我講啦，我就話喂。喺2019年嘅時候，咪將由 n 去到 2n 嘅，即係話無論係加到 2n 又奇怪啦，個 start 亦都奇怪啦。上面嗰條2020咧，2022咧 ，OK 呢條咧就係一開始加到尾，即係話淨係尾奇怪。呢條咧所以我冇 submission size 啫。咁我喺度打一堂溫住龜啲啦，我改翻個 submission size 啫。OK 呢條又到尾做緊咩？就係由 n 加1去到 2n。OK K 二次啊咁樣。咁有個時候我要證明呢嚿嘢啦咁樣。我想俾大家試一試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咧到底 OK？有冇分別？嗱，如果呢個問題大家識做咧，起碼喺2019即係頭先我話嗰條application 嗰啲問題咧，應該就冇事噶啦，好冇？我哋試埋呢個環節先。OK， 2分鐘。OK， 試下呢個，無論係頭同尾都古怪嘅環節。OK， 2分鐘試下。n 到1先啦，即係話由今日咧1加1，然後1加2、1加3，然之後加到去2n。即係話由2加到去2，所以你會發現今日個問題幾可愛嘅地方就係咧 ，for n 到1嘅時候，中間啲垃圾唔寫啦。for n 到1嘅時候咧，呢個係由2開始，冇你咁樣寫好，你代落上面就出到就係2嘅2次，加到去2嘅2次咯，即係都係加到2啊。OK， K 2次，即係話2嘅2次啦。呢個 left hand side 即係4嚟嘅 ，left hand side，right hand side 咧就係代2啊嘛。OK， 2乘2加1即係5啦，7乘2加1即係15啦。OK，除6啦，所以呢個咧就會係2啊，驚啊嘛，梗係撳下啦，2啊即係5啊。OK，再乘15啊，係咪除6？你見到啦？就係呢2，跟住2嘅2次，所以加到呢個係2乘1啊嘛，啱嘛？呢個我代1啊嘛，次乘1代1繁忙，我嘅代1呢個1，我嘅乘2乘1加1，我嘅即係2乘3啦，再加7乘1加1即係乘8啦，我嘅冚唪唥除6嘅點啦，都係4嚟嘅，冇事啊，好冇？冇問題。咁好啦，咁然後就 assume，OK，assume，OK PK 咧就 is true，咁即係話咧今日代 K 嘅時候咧 K 加1嘅2次啊 ，OK K 加2嘅2次啊，咁頭先我講啦，如果你係用呢個 version 去寫咧就冇代 K 啦 ，PM is true 咯，好冇？咁啊費事多撞啦，OK 2次，咁然後咧加到 2M 嘅2次，你會見到咧就係等於嗱呢個 hea 曬出嚟嘅 version 咧已經好親切㗎啦 ，M 啦乘翻 2M 加1啦，乘翻 7M 加1啦，冚唪唥 over 6嘅 ，OK 好冇？咁啊總之就係由 M 加1 2次去到咁樣樣，好啦。咁然後就話啦 ，for n 等於 m 加1，你會發現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呢個係代 m 加1嘅時候咧，第一隻咧會係 m 加2嚟嘅2次，然後 m 加3 2次，嗱預數都向後啊嘛，加到去邊咧？加到去到個尾咧係2乘 m 加1 2次，個樣係咁啊！你希望做咩先？嗱，凡事有心中想做 mi 最好嘅都係一個一定有目標嘅，目標係乜嘢咧？你希望將呢個代 m 加1，即係話呢個係如果能夠做到，OK m 加1啊，然後咧就會係2乘翻 m 加1再加1啊。OK， 然後7乘翻 m 加1，
再加1啦。OK over 6咧，嗱咁就掛啦。即係話目標你想做到呢個樣 ，M 加1啦，2M 加3啦，我要7M 加8啦，over 6啦，你想做呢個樣啊嘛。OK 好冇？咁而家你話喂係咪咧？嗱，明顯有幾個問題嘅，你要用翻條式，你會發現都有問題。第一件事，原本由 M 加1項去到2M 項有幾多項啊？美減豆數公差加啦嘛。OK， 即係原本咧就會有 M 咁多粒嘅。OK， 但係而家咧就唔係有 M 咁多粒啦。我哋由 M 加2變成2M 加2咧，我哋突咗一粒，知唔知啊？我哋減完之後咧，係咪 M 加1咁多粒？所以第一件事唔可以就咁用啦。第二件事你發現我真係用嘅時候咧，呢隻同呢隻無論係個尾又唔同，個頭又唔同，我要用翻佢幾件事。你個頭又唔跟人哋前，你尾咧又後過人。OK， 咁你前面幾時先見翻個 2M 咧？2M 加1 OK， 成個乘2 OK，2M 加乘2嘅意思咧，即係話個尾呢隻咧係 2M 加2嚟嘅，對嘛？咁前面會有隻 2M 加1啦，前面嗰隻咧先係 2M 嚟嘅。OK， 好冇？嗱，呢度瞓啊嘛。好啦，嗱呢個就我想做嘅。咁但係我要用條式嘅時候，你會發現呢串嘢同佢似啊，但係突咗隻 M 加，所以如果你夾硬用翻條式咧，會做一件彈出彈入大法，即係話送翻個 M 加俾佢啦，因為你個頭唔夾前，但係踢翻走 M 加1嘅意思。OK such that 啊，可以直接用翻條式，呢個咧根據上面個式話俾你 M 啦，2M 加1啦 ，OK， 然後咧7M 加1啦 ，OK， 然後冚唪唥咧 over 個6，跟住咧就減啊 ，OK 嗱，突咗第一隻，突第一隻 2M 加1嘅意思，突第二隻 2M 加2嘅意思。然後減翻頭先你夾硬送俾人嘅 M 加嘅意思 ，OK 得嘛？好嘛？咁你會見到成條問題嚟到以下呢個環節咧，開始覺得話幾難受，幾難受嘅原因係咧，嗱 M 加1咧有嘅呢隻 ，OK 嗱我希望做呢個樣啊嘛，馬蛋 M 加1有嘅，呢個咧2M 加2嘅意思咧，即係4乘 M 加1嘅意思嚟嘅，嗱做一個正常嘅同我唔減耐啦，呢個 M 加1嘅意思啊嘛，即係我減得埋嘅，即係3個 M 加1嘅意思 ，OK 好冇？好啦，然後呢個係2M 加1嘅意思，呢個咧2M 加1，咁即係話咧今日陣間無論如何咧，我都會有 M 加，M 加呢個我就唔喐噶啦。我希望搏下陣間呢嚿嘢會唔會有翻 M 加 such that 我 fat 到。喂，除咗你話我今日唔負擔，我爆開晒佢扮自己 fat 到咁無恥之外咧，我搏下冇 fat 到嗱，同頭先唔同，我頭先完全唔對。而家呢個有個 M 加對，即係我希望令到呢兩隻唔對嘅嘢咧，會唔會陣間就 M 加 such that M 加掹到出嚟，然後做，我想做呢件事啊嘛。OK， 明唔明咩叫就啊？明唔明咩叫夾硬嚟啊？明唔明咩叫暴力樣啊 ？OK 好冇？嚟到以下呢個樣子啦，咁你見到啦，當我 2M 加掹出嚟。就話呢兩個可唔可以掹個 M 加？嗱 M 加嘅大家知道，其實你唔想要㗎，好冇？出嚟嘅時候咧，入邊會唔會都見翻個 M 加1咧？咁樣 OK， 咁入邊呢隻咧就 over 6啦，繼續望啦。我要個 over 6好正咧，要見到啦。OK， 入邊咧會有個 M 乘翻7M 加1嚟嘅。第二隻咧就會係2M 加1乘翻個6啦。OK， 然後後面仲有個3M 加1嘅意思。咁啊，播下得唔得？唔得咧就冇辦法㗎，一定要爆開㗎。咁我唔記得個答案㗎嘛，咁梗係做一次俾大家睇。喂，正常我做到會見到呢個會做咩咧？呢個7M 意思嚟嘅。OK， 然後咧就會係加1個 M 啦。然後加翻8個 M 12個 M 啦，然後加翻6嚟嘅，然後加翻3M 加1嘅意思。搏下有冇機會？呢兩個加完明顯即係13個 M 啦，係咪？咁啊拆鬼咗啦，差唔多次啦，13個 M。OK， 然後讀 California 01，一個咧為7，一個係13，一個係6嚟嘅。你會見到咧，第一隻咧就會係7M 加6，另外一個咧就會係 M 加1嚟嘅。即係話咧，終於見翻頭先我哋想見到嗰嚿嘢。喂，搏下得唔得嘅 M 加要見到嘛 ？M 加1真係見到，2M 加1 over 6。因為其實第一次我從我 research 上我知道咧，呢最後一定有個 M 加1。所以我下一步嘅做咩咧？就既然係大家都有個 M 加，嘭嘭聲掹個 M 加出嚟啦。既然我翻到嚟有個6啊，掹埋個6出嚟啦。咁第一個咧就撐個2M 加1同埋7M 加6。第二隻咧就應該撐個嗱，你掹個6啊嘛，即係簡單除6啦，乘翻6俾佢18嚟嘅。OK， 然後 M 加1，喂，仲做啊？下一步你希望見到呢個樣，而家呢隻對咗 M 加1 M 加對 over 6對，即係話你今日最希望乜嘢咧？就係呢抽嘢變成呢抽嘢。而呢抽嘢變成呢抽，你一啲都唔驚㗎，因為打字個 quadratic 你撳機都 fat 到嘅。M 加1 over 6啊，2M 乘7M 即係14M 二次啊，加翻12M 啊，加7M 啊，加6啊，再加18M 啊，加18，唔使做啦，然後就咁撳啦，我 fat 到變成呢個樣啦。OK， 我然後 by MI，it is true for all n。OK， 有冇成個故事係咁樣嘅？冇問題。OK， 冇問題，我哋繼續啦。嗱，咁即係話今日 submission 3要識做，古怪 ending、古怪 start 要識做。OK， 好冇？咁嚟緊呢個咧，我哋講埋最後成個 MI 最後一部分。咁嚟緊呢個部分咧就係 application，即係頭先我講話正常近來嘅 MI，除咗真係問完嘅 MI， 最緊你整完就 send 俾用啊。喂，既然 for all n is true 啊嘛，係嘛，代啲嘢俾你用下咯。咁呢個 application 你成日都見到嘅，即係 B part 嘅問題。咁我睇一次大家啦，抄低啦。OK， 我哋最重要句子就係我哋之前做 factor 係就頭就尾就中間，我哋做今日做 MI， 因為做個散度好樣咧。OK， 對頭對尾，即係都係就頭就尾，就頭就尾，即係話因為你今日第一件事，我用呢條式嘅時候，係咪我知道由1加到 n is true， 我係咪由1加到 2先？我1對啦，頭對尾係加到10啊，咁即係 n 代10咯。喂，如果頭又唔對，尾又唔對 ，OK， 咁即係兩個都要喐啦。OK， 然後 check 數字。
好多時候條問題或者令到你要做啲咁多嘅嘢咧，我其實識到做一啲無謂嘢，即係例如我明明係n 乘 n 加一，我明明入邊嗰嚿嘢咧係咁嘅樣嘅 ，OK k 乘 k 加一，然後就問你，喂跟住幫我快啦，喂好難睇唔到㗎，舉個例就話，我今日去到8，叫你揾2k 乘 k 加一，喂阿哥你要用到呢條式，首先要同佢似樣啦，得咗隻2，掹隻2出嚟先啦，所以個數字係咪一定對？係咪全個餡對咧？就頭就尾，OK check 埋個數字 ，OK 好冇？好啦，我哋查一查樓下條，呢度咧嚟自2020年嘅問題，你會見到啦，by MI 即係 A part 啦，咁我哋高速做一次啦。一唔做啦，好嘛？第一嘅時候我左手面 note that 跟佢啊 ，OK，note that 第一嘅時候咧就會即由1加到1啦，左手面就會係1乘翻1加1乘翻個1加2，左手面呢個咧就會係1/6嚟嘅，右手面嗰個咧就會係1啦，1加3啦。你會發現近代咧連叫你做呢個無謂嘢都唔做，即係唔尊重啲問題。4除分係嘛？4乘2乘3，咁你見到都係1/6嚟嘅。哦 ，note that 啦，好啦 ，assume M 嘅時候 true。assume 呢嚿嘢跟翻啲 format 先啊 ，OK， 咁啊唔參 PK 啊，唔參咩 PM is true 啦，就咁代個 M 落去 ，M 加3，樓下4 M 加1 ，OK，M 加2，好冇？好啦，然後 for N 等於 M 加1，咁啊好明顯大家見到啦，代 N 對 M 加1嘅時候咧就即係突咗一隻啦，比起頭先我哋 assume 嗰撇嘢，明明佢 assume 嘅時候咧就加到 M 嘅時候 is true， 而家我想 check 加到 M 加4嘅時候係咪 true？OK， 係嘛？即係突咗一隻啦，即係等於我呢個要設法用翻個 assume 啊嘛。你要設法話俾人聽，同我哋原本 assume 嘅差啲咩啊嘛？咁原本 assume 咪頭一加到 M， 你加到 M 加，即係大咗隻 M 加啦。M 加1、M 加2、M 加3啊。係去到而家呢一刻打堂，你會覺得其實 MI 喺呢個部分咧好鬼無聊嘅，即係除咗頭先有幾條特別啲之外，大部分都無聊嘅。而呢隻嘢各位觀眾，咪就頭先嗰隻 M 啊、M 加3啊，留下一個咧4啊、M 加1啊、M 加2啊，隔離一隻咧加1/M 加1啊、M 加2啊 ，OK，M 加3啦，係嘛？好冇？我想做到咩樣先？我哋目標又係啦。喂 ，MI 一定有目標啦。你目標係想做到4M 加2、M 加3，OK， 代 N 等於 M 加1啊嘛。OK， 樓上 M 加1，然後咧 M 加4啊。你想做呢個樣，啱啊嘛？好啦，各位觀眾，雖然你會見到話大家都有個 M 加1啊，OK， 但係陣間因為根據我嘅記憶咧，同埋根據個目標咧，你係唔會掹個 M 加出嚟。我希望有個4有，我希望有個 M 加3，佢冇。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做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嗱，但係佢有個 M 加2，見唔見啊？咁我會掹啦4啦。M 加2啦，都掹出嚟 ，OK， 好冇？然後入邊啦，第一個撐個 M 加3，樓下撐個 M 加1，隔離 OK 會係 M 加1，然後 M 加3。但係留意翻，因為呢個除咗隻4咧，樓上要乘翻隻4。OK， 好冇？冇問題，冇問題。好啦，跟住繼續做。其實大家都知嘅，下一步你唔係真係做啊嘛，你屈佢噶嘛，你到最後你想屈個答案出嚟噶嘛。OK， 打框碼先，最憎用呢啲啊。好啦。咁啊，然後呢個嘢咧就係1/4啦，乘 M 加2啦，然後入邊咧就會係通分母 M 加1、M 加3嗱，咁樣會見翻個 M 加3都好高興啊，係咪？嗱，而家起碼個分母4啊 ，M 加2、M 加3都有，咁你話咁死啦個 M 加，即係話陣間你會預見咧個 M 加會俾人約做嘅樓下嗰隻 ，OK， 你估中間發生咩事啊嘛？係咪？結尾估一樣啫嘛，個回收又係咁，你中間要呃佢啦。喂，樓上第一個乘咗 M 加3，即係 M 啦 ，M 加3嘅2次啦。第二個咧冇嘢加嘅，即加4。OK， 喂，仲做啊？嚇？嚟到呢步你仲做啊？你下一步直接俾答案啦，係嘛？喂，你中間當然咧有同學你會問啊，呢步好似怪怪地落嗱。如果第一堂你係一個即係仁慈嘅人，你落去做嘅時候咧，你會發現4啦、M 加2啦、M 加3齊咗 ，M 加1都掹埋出嚟嘅。嗱，我掹埋出嚟先。OK， 如果真係留手做啦，樓上咧會係 M 2次加6M 加9。OK， 然後再加4，即係話呢隻嘢咧會係樓下4M 加2、M 加3。OK， 仲有個 M 加，嗱，你會發現你唔係好知點樣喐走佢㗎。樓上 M 3次。6M 2次 9M 再加4，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嘅，你下一步好想變成呢個樣嘅情況下咧，意味住即係話，如果今日我大家樓下都有個 M 加1，嗱，而家呢隻有 Green， 呢隻有 Green， 呢隻 M 加3有 Green， 呢隻冇，咁我個 resource 間硬俾翻呢隻佢。OK， 樓上樓下乘咯，唔係無啦啦點解會冇咗啊？即係話其實你知㗎，我哋尾二一步咧，樓上樓下乘咗 M 加1咧，樓上係 M 加1嘅2次乘 M 加4 ，such that 會令到陣間弱咗。好啦，所以我就話啦，所以咧咁樣似咗好多。喂，我唔知你唔好理我點 friend 啦。OK，嗱，你會問咁 DSE marking 係咪咁樣？完全係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到 resource 咧係咪都知㗎？我想做呢個樣。OK， 但係你知㗎，喂，我哋頭先搞咁耐，我哋解決唔到個 M 加1，因為我雖然知道我要約到啫，但係上面3次幫你唔識 friend 啊嘛。OK， 你亦都見唔到點樣約啊嘛。既然係咁咧，唔緊要啦，咁咪呃佢咯。我扮約啫嘛。我樓下俾咗 M 加，樓上俾 M 加，咁我估個3次方 friend 完應該變成呢個樣啦。即係好多時候你會發現 DSE 點樣？死啦，唔係知道點樣做，因為唔係真係做呃佢嘅，好冇？呢件事我講好多次㗎，唔再講啦。所以咧 by MI，OK， 即係等於 right hand side 啦。咁啊 by principle of MI，OK， 就 true for M，OK， 好啦，完啦。咁呢 part 唔重要，
至於就如何用翻個 B part， 各位觀眾，你會見到我假設 A part 大家冇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一齊查一查。呢個問題咧，我哋有兩件事，所謂對頭對尾，就頭就尾，就啊個餡冇詞，首先餡要詞先 K 啊 K 加一啊 K 加二喂唔係點用就識啊。第二件事你見到啊，人家係由4去到1、2、3。我想提一次大家咧，好多時候成日都會用嘅嘢咧，有幾樣嘢嘅對頭呢個 level 1，OK， 即係話個底對。頂唔對，好正常，因為你要用啊嘛，冇理由加到 n 到最後，佢哋加到 n 把先啊。咁加到10咪當 n 係10咯，我加到20咪當 n 係20咯。但係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個底唔對 ，level 2就係呢個樣，由5啊加到8呢啲。跟住問啦，咁最大分別係乜嘢？因為我淨係識由1開始嘛，咁最常用嘅招咧就呢個 level 2啦。喂，我識由1開加到邊度都好，你由中間開始 cut，咪即係 cut 咗個頭落 cut head 嘅。呢個咧係 level 2常用嘅。OK 好冇？咁當然我再衰格啲嘅，咁但係你會見到而家呢一隻咧就係頭先我講嘅 level 2嘅樣子啦。呢一隻唔對嘅。OK， 呢隻又唔對嘅，最重要你會發現啦，入邊都有隻50，咁你同佢似樣先揾隻50出嚟先啦。OK，咁入邊呢個咧就由4加到1、2、3，佢唔係由1加到1、2、3，咪如果由1加到1、2、3，成條問題講完啦，就咁代1、2、3咪完咯，係咪？咁你係都要做啲嘢，但係呢件事，喂，講真，你俾 Form 1都識做啦。你由4開始加起啊嘛。OK， 我又識由1開始加起啊嘛，咁咪即係由1開始加起。OK， 加到1、2、3，唔要由1加到3咯，對嘛 ？OK， 唔要由1加到3。嗱，咁我由4開始啦，1 over K 加1 K 加2，而呢一隻嘢咧，嗱呢個50嚟嘅，而呢一隻嘢咧就即係話呢一隻同一樣樣，嗱對頭啱啊，對尾 M 變咗1、2、3，對埋個餡，OK 對數字啱晒 ，OK 咁即係話呢個對 N 對1、2、3，即係1、2、3啦，1、2、3加3 1、2、6啦，留下4 1、2、4啦，1、2、3加2 1、2、5啦，OK 然後再減1 over 嗱又嚟啦，呢個就即係對 N 對3啦，即係3啦，3加3啦6啦。4啦，3加1 4啦，3加2 5啦，冚唪唥成50啦，最完。OK， 成個樣子應該係咁樣嘅，好冇？咁啊，當你然後撳埋機，咁成條問題完咯。1、2、3啊，乘1、2、6啊，除4除1、2、4除1、2、5。OK， 然後減3乘6除4除4除5啊。好，咁你會見到個樣㗎，除4除4除5。OK， 然後冚唪唥成50。答案咧就呢隻嚟嘅。OK， 387 over 310完成。好冇咁啊，成條問題冇嘢咁啊！你見到咧，呢一招咧 cut head 樣亦都係常用嘅，因為正常我由一開始，我咪一開始即係冇咗一去到43啦，我由5開始由到食冇咗1去到4啦，我由10開始即係冇咗1去到9啦，咁故事就好白痴嘅，好冇？好啦，我哋繼續睇，咁唔同嘅 application 上喺唔同年份上玩緊唔同嘅嘢，咁啊我哋試多個先，好冇？試多個呢個咯，同一個樣子。2016年嘅問題啊，第86頁啊，我就係89頁 page 89 2016年第5題，好冇？咁啊，故事上 A part 我哋頭先一路整開㗎，好冇？咁啊，快則正月有用，你會發現呢個咧都係同頭先蘇講嘅 level 2樣，但呢個問題咧多咗一件事，又係佢個餡唔係對頭啦、對尾啦、對埋個餡，今日個餡唔係對，頭尾都唔對嘅，咁起碼喐到個餡一樣，你先覺得條食嘅，好冇？2分鐘試一試呢條問題。好啦，咁啊 A part 就即係成堂都做緊嗰啲嘢，成課都做緊嗰啲嘢㗎啦。MI 咁啊，好啦 ，N is true，咁你見到啲由1加到 N 就係 standard 啊，即係大家知道。喂，見過啲唔 standard，唔知咩叫 standard 啊？好冇？由1加到 N 咁即係第一嘢啦，咁你代1嘅時候 is true 啦，咁你唔寫啦。assume N 等於 M 嘅時候 is true，咁就 assume 呢嚿嘢咧就 is true。OK， 負1嘅 M 次啊 M 啊 M 加1啊 over 2 is true，咁然後咧就 for N 等於 M 加1，咁即係話咧由1加到 M 加1啦。負1嘅 K 次 K 2次就等於 OK 由1加到5隻特準隻啫，係嘛？我頭先知道加到 M 啱，咁加到 M 加1啱唔啱啊？即係加下一隻啱唔啱啊？咁樣成個問題就係呢件事啫嘛，好冇？加到 M 加1嘅時候啱唔啱咧？咁樣 OK M 加1嘅2次，咁呢隻嘢咧頭先我做一次㗎啦，就係負1嘅 M 次啦 ，M 啦 M 加1啦，留下 over 2啦，就加翻個負1嘅 M 加1啦，M 加1嘅2次啦。嗱，個個仲一齊耍一耍先，我希望佢最後做咩啊？呢個咧都係一個常用嘅橋嚟嘅，我希望最後做到呢個樣 M 加2。OK over 2，總之你係望實呢個目標 ，OK 向住個目標夾硬做，係咪？你又做緊呢件事喎？即係話其實到最後你問我咧，嗱 over 2就緊㗎啦，咁你 over 2我陣間，喂大家知一定 factorize 啊 ，M 加1就緊㗎啦，一定有 M 加1一定掹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掹嘅時候咧，我會掹個負1嘅 M 加1次 ，OK 因為負1嘅 M 次，負1嘅 M 加1次。
其實打一次嘅負一嘅 M 加一次同負一嘅 M 字咪即係一個正一個負啦，一個負一個正咯。OK， 咁 over 埋個2回抽啦。OK，因為我目標希望見到呢個 M 加嘛，所以咧正常正常情況下你見到上面嗰個樣咧，正常人就唔會抽 M 同 M 加，就會抽個 M 加咁癲嘅。但係因為我目標為本，所以我會抽個 M 加。我目標為本，我攞個2；我目標為本，我攞埋個 M 加1。OK， 好冇？咁第一隻你會發現咧，嗱後面嗰隻明顯你會見到㗎，就應該撐個 M 加1乘2啦。OK， 啱嘛？第一隻咧就應該數字上就撐個 M。但係仲有個負1嘅 M 次變成 M 加1次，即係話理論上要除多個負1啦，係嘛？你冇啦啦有2次，你收個3次出嚟，咁咪除翻1次啦。OK， 先至能夠變翻做 M 次噶嘛。咁但係除負1同乘負1冇分別嘅，所以減嘅。OK， 咁好明顯打一次啦。呢個版所以呢個樣咧就係負1嘅 M 加1次啦。OK， 然後咧就 M 加1，然後就2M 加2減 M， 即係 M 加2 exactly 就同下面嗰隻樣一樣嘅。咁所以擺 MI 就 true 啦。咁呢啲都好廢啦。好啦，我哋繼續炒先。呢個問題咧亦都係玩緊成條問題，無論 A part 定 B part 都係玩緊嗰個負1嘅 N 次啊 ，N 加1次啊。喂，第一件事你要用翻條式似唔似樣先？我下5次啊嘛。即係除咗個頭尾唔似之外，佢連呢個樣都唔似。所以你問我咧就係一樣嘢乜都唔好做，先喐到佢變成似先。咁但係差一隻啫。咁 K 加1次變成 K 次，你中意又識做㗎，簡單乘都係負1次。咁然後乘好你唔驚，那麼 K 緊住3啊 ，OK， 然後3啊 ，OK， 那麼樓下嗰隻咧就掹個負出嚟，即係話呢個 exactly 咧個餡起碼似啦，負1嘅 K 次 K 2次。第二，根據上面嗰度識話俾你聽，由1開始加起咧，加到邊都識做。OK， 而家呢個咧就唔係1加起，由3加起識話由1加起識做，加到3，負1嘅 K 次 K 2次。唔要由1加起加到2咯，咁其實喂 DSE 對你好好啦，另外一隻唔使代咁滯啦，係嘛 ？OK， 咁啊呢個咧就因為同 A part 嗰條式完全一樣樣，所以咧就 exactly 附近呢隻嘢啦，加號嚟嘅，減號。OK， 咁呢個係咩？根據上面又識話俾 N 代3，喂嗱頭對 K 對啦 ，OK 尾唔對 N 代3，餡對埋啦 ，OK 就頭就尾就埋個餡對晒啦，即係代 N 對3，即係負1嘅3次。334加2即係335，樓下咧 over 2減代 n 等於2，即係負1嘅2加1 3次啦，2加1即係3啦，2加2即係4啦 ，over 2啦 ，OK 冚唪唥乘負1 ，OK 就係咁啊冇問題啦，相信做呢一個 M 標堂冇理由負1嘅3次會走咁500次即係負1啦，咁撳，如是者 OK 時間關係已經已做完㗎啦，答案撳完之後咧答案就應該係呢個嚟嘅 ，OK 答案應該係55614啊。OK， 好冇？就係咁啦，冇乜特別。掂咁啊，冇乜嘢你見到咁，其實嘅 application 都幾易喎，係咪 ？OK， 你見到唔同嘅題目咧，全部都做呢件事，即係喂，係你見到 KK 加3，你好快食，乜我快死出嚟咯？係咪弱智啊？弱智啦，唔做多幾條啦，好嘛？我哋試多個有啲咧難做啲嘢，真係。我哋試一個係古怪啲嘅樣，好嘛？定係試多條差唔多啊？唔試啲 standard 啦，試啲古怪啦，係嘛？試啲古怪啲嘅樣咧。OK， 唔係用 submission sign 嚟寫嘅。OK， 嗰個 hands 嗰個用翻上面嗰 part 咧，唔係咁容易啦。嗱，明顯我見到呢啲咧，明顯容易睇到嘅。OK， 係嘛？即係13579，我唔係由1開始喎，咁即係減走第一串咯，好冇？嗱 A 碼嗰個咧唔使大證，我想你直接試用嘅，即係話assume呢件事啱，因為成個 A 碼我用咗咁耐啦，做咗成堂啦，即係話當呢件事用得，直接做個 B part 俾我。呢條要做第一個 5.1， 另外又係assume呢件事啱，唔使你做啦，幫我做 5.2 B part 俾我。OK， 淨係做 B part，知呢件事啱啦，淨係做 B part。當呢件事啱，淨係做 B part 俾我，好冇？另外我想試多條 ，OK， 試埋個5.1、5.2， 試埋呢個5.5，又係assume呢件事啱。OK， 假設 A part 已經啱，淨係做個 B part 俾我，好冇？3條 5.1、5.2、5.5， 齋用 A part 嘗試砌個 B part 出嚟，到底似唔似樣 ？OK，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會發現咧，尤其是 B part 嘅問題咧，佢用 submission size 寫咧仲開心，佢散量好咧，你仲難觀察嘅，你可以感受下呢個散量好嘅 version。OK， 當 A part 有 ，B part 自己做係咩樣子咧？咁樣 OK， 好冇？2分鐘試一試。好，我哋查一查5.1先。其實我想講呢一招咧，係中一嘅同學理論上你都可以用嘅。我哋一齊望一望咁啊，由1嘅3次啦，3嘅3次，5嘅3次加到已經減1嘅3次啦。OK， 咁啊變成2啊 ，OK 4、6啊、10啊，喂查下做咗啲咩？嗱，本身個間距咧就係+2+2，即係單數嚟。咁現在嗰個咧就應該係+4+4，所以第一件事樣衰啦，係咪？咁啊第二件事咧，我想令到佢變成佢似樣，喂唔似樣啊啩？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咧，你會發現喂唔係真係難做喎。我先咪講嘅，我話如果今日我唔係用呢個 part 嚟寫咧，其實你問題唔係好難處理。但啲問題因為佢本身用緊頭先嗰一 part 嚟處理咧，OK， 即係用緊個 A part 嚟處理，咁你就睇到佢幾樣衰啊 ，OK， 因為上面本身係隔2格，而家你其實係隔4格啦。跟住問下，但係唔係喎，除咗隔4格之後，仲有一樣嘢，但我想大家見到，就呢個1，呢個變2，呢個3，呢個變6，呢個10，呢個5，呢個變10。即係話除咗我哋今日嗰個間距乘咗2之外咧，連每一粒個餡都乘咗2，見唔見啊？
OK，咁既然佢連每一粒個餡都乘以，即係話喂，其實只要全部都除翻2，咁咪就係個樣。咁而呢個現翻個真身嘅時候，除翻2嘅時候，呢個係2啦乘1嘅3次，呢個係2啦乘翻3嘅3次，呢個係2啦乘翻5嘅3次，呢個最後咧係2啦乘翻19嘅3次。OK， 即係話呢個係2嘅3，但我想講呢個同我咁即係1嘅3次加3嘅3次，加到19嘅3次啦。嗱呢隻咧就唔係 DSA style 嚟嘅，因為 DSA style 咧就冇咁難去鬥個數字嘅。OK，但係你問啦，喂前面嗰隻唔係2嚟噶嘛？因為你嗰度2乘1嘅3次咧，2乘3嘅3次，你2 5 4嘅3次，呢2乘19嘅3次。OK， 前面呢隻唔應該係2嚟，前面呢隻應該係2嘅3次。OK， 好冇？咪你成日拜落都見到啦，大佬呢個唔係差過2咁，差過8啊嘛，呢個都係啦。我3嘅3次同2乘3嘅3冚唪唥3次，個2都係揾噶嘛，差過2嘅3次。而呢個咧你會見到啦，同佢就 exactly 嘅啦。OK， 咁啊1嘅3次加3嘅3次加5嘅3次加到19嘅3次，咁即係話好啦，頭對尾對每一粒數字都對。OK， 咁個尾係乜嘢啊？咁即係話我希望將個 2n 減1變成粒19，n 咧就應該代10啦。OK， 所以根據上面嗰個咧就應該代 n 等於10，10嘅2次，2乘10嘅2次減1啦。OK， 好冇？冇問題，完成咁，然後做咯咁樣。咁所以答案咧就係個2嘅3次啦。OK， 乘翻個10嘅2次啦，乘翻個2乘100啦，再減1啦。OK， 答案159200啊。OK， 冇問題，好啦，繼續炒先。當然咧，你同我話唔係喎，呢件事好巧合喎。嗱，我就講試下，其實你去做嘅時候咧，佢得幾招嘅，一齊望一望樓下個5.2，5.2呢個咧仲簡單。間距上你見到一樣，1359、35、37，喂，如此類推，即係都係間距一樣，即係都係褪兩格。最大分別咩？呢個係1開始，呢個唔係由1開始。假設 A part 已經有咧，佢係由1開始。加3嘅2次，加單數啊嘛，仍然用人話講都係單數嘛，加到53嘅2次呢個唔驚，佢中間開始，所以即係冇咗頭嗰段。1嘅2次，3嘅2次，加到33嘅2次。而呢一串，OK，因為由1開始加，如此都加到 2n 減1嘅2次，即係我希望 2n 減1變成53，即係 2n 減1要變成53，即係 2n 要係54，那麼 n 就應該係54除2，27嚟。咁即係我第一串嘢就同佢頭對尾對 ，OK， 對頭對尾，最後個餡咯，冇問題。然後繼續。所以呢個咧就會係1/3啦，4乘27嘅3次啦 ，OK 減27啦。另外一個咧就會係1嘅2次啊，加到33，即係由對啦，如此對啦，淨係個底唔對嘅。OK， 頭對每一粒對，淨係個尾唔對，咁即係話我今日希望 2n 減1咧就變33，即係 2n 要變34，2n 要變34，即係 n 要變17啦。所以減翻1/3，4 17嘅3次減17啦。OK， 完成。好冇？咁當你減完之後，咁成條問題完㗎。我諗我就4乘翻27嘅3次啦，減27啦。OK， 減翻個4乘翻17嘅3次啦，我要加17啦，冚唪唥除3啦，答案19690啊。咁呢5.2都係簡單嘅，省略號嘗試將數字喐動。第一隻咧就係整大咗嘅，第二隻係 cut 頭啦。咁呢係常用嘅招數。好啦，下一個到第5.5。咁你首先你會見到咧，第5.5題咧，你見到嗱，首先我哋依次幫我粒啊，由3啦 ，OK， 3啦、5啦、7啦 ，OK， 咁我哋間距係2嘅，咁即係話+2+2+2，呢個都係23、25、27都係+2+2+2。咁所以我想大家知道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嚿嘢 ，OK， 佢係冇乘大到嘅，因為乘大到呢個間距都會乘大，頭先我講過。咁啊，第二個問題就係乜嘢咧？就係你會見到喂，但係唔係喎，第一粒係1嚟嘅喎，第二粒係2，第三粒係3，而上去今日我哋 start 嘅時候咧，就經已係11嗱，所以我哋大家望咗先。即係到咧我哋23 ，OK， 佢係乘緊嘅 partner 唔同咧，定還是純粹切咗個頭？咁我哋今日望到咧，你會見到嗱，2n 加1乘 n 嚟，即係話7嘅 partner 咧係3，3嘅 partner 係7，11嘅 partner 咧係2乘11加1嚟嘅 ，OK， 即係23。係嘛？20嘅 partner 咧就係2乘嚟得你個20啊，係嘛？即係呢個20咪8嚟 partner 咪41減，會唔會其實唔係喎？20 partner 係21喎，咪瀨嘢啦！啊，今日咧冇呢個問題，因為如果當係20嘅時候咧，OK， 即係當呢個係20嘅時候咧，OK 就應該係2乘20啊加1 ，OK 嗱呢個20咁啊隔離嗰個就2乘 n 加1啦，即係2乘20加啦，咁咧4係1嚟，咁即係話咧今日咧個 pair up 嗰個過程咧係對嘅。OK， 但係唔係 start from 1啫。咁樣唔緊要啦。咁樣嘅話咧，即係話正常由1開始加到邊度都識做。OK， 1乘嘟、2乘嘟、3乘嘟，如此去到 n 乘嘟都識做。今日咧唔係由1開始，今日由11開始。所以呢個咧我哋平時咧就叫得翻個 tail 啊，即係得翻個尾嘅樣。咁得翻個尾嘅樣點啊？咪先由1開始咯。OK， 由1開始乘3嘅意思，冇翻個頭俾佢啦。呢個 standard 嘅樣子啫，就加到去到尾。咁尾平時係20啊。OK， 乘到41嘅意思，就 cut 翻走個頭，唔要1至10，1乘翻3嘅意思，2乘翻5嘅意思。如此去推 ，OK， 你淨係望住呢粒得㗎。呢一粒咧就係由11啊、12啊、13去到20。OK， 我咧就應該1開始我哋識做嘅，咁所以由冇咗1至10啦，冇咗1至10，咁即係冇咗1乘3嘅意思啊，2乘5嘅意思啊，10乘嘟意思。咁正常你擔心死啦，10乘嗰個意思係咩咧？咪代落去啦。當 n 等於10嘅時候咧，隔離應該2乘10加1，即係21嘅意思嚟嘅。所以今日咧就玩下呢串嘢減佢啦。嗱，根據上面我哋識我信念啊嘛，信任佢都識做啊嘛。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今日代上面就識 when 咪由1加到去。20乘41嘅意思，即係代 n 係20，所以話6/1乘20啦，乘21啦，乘6乘20嘅意思加14乘20，再加7啦。OK， 然後減好啦，由1開始加到去尾嗰粒10乘21嘅意思，即係 n 代10啦。咁所以我6/1乘翻10，10
11，OK， 6乘10嘅2次加14乘10再加7啦。咁啊正常打篤 Cal 咧就見到嘅，好啦，展示下個 Cal 一齊篤先，好冇？咁啊篤嘅時候你會見到咩就6/1啊，不如我6/1乘一次先咁啦，20乘21，OK， 再乘6乘20嘅2次加14乘20再加7，OK， 然後減10乘11，再乘6乘10嘅2次再加14乘10再加7。咁咪見到冚唪唥除6，答案咧14397，1743，OK 95啦，就係咁，好冇？好啊，成業，我哋試多2個對位，好冇？咁啊呢2個對位咧，你亦都見到咧，就亦都係一個散號嘅樣子啦。OK， 咁啊亦都見到佢今日唔對啦，係嘛？頭唔對啦，尾又唔知點對啦。咁我想大家試一試嚟嘅。頭先我哋嗰隻咧就係我其實係 cut head 啦，有啲位咧就成大咗啦。咁可以望下呢隻位到底係 cut head 啦，定成大咗嘅樣咧咁樣。OK， 咁啊呢個要知啦，因為如果嗱，我想大家留意先，如果 cut head 嘅樣咧有一樣好重要。就個間距應該要一樣，即係2去3啊、4啊，OK，然後去到 N 間啊，即係全部褪一格。8去9啊、9去10啊，呢啲都係褪一格。嗱，明顯會見到呢個嘅12去18去24咧，唔係褪一格。即係話呢個咧唔可以就咁斬咗個頭而得到今日呢條尾。OK， 即係話一定配大咗，明唔明我意思啊？好冇？咁啊呢個嗱要知啦。咁就係我哋當 A part 有 ，OK， 試下個 B part。另外第一條咧，呢條咧我想打俾粒星先。呢條咧理論上就好易做嘅。OK， 如果大家係中六嘅同學，呢個問題咧我哋喺早幾堂咧 prove 咗一條式嘅。嗱，我而家揀設，OK， 嗰條式俾埋你，我哋俾咗呢條式你 ，OK， 有嘅。OK， 有啦，另外一條式我送俾你嘅，話呢條式咁樣俾到好似好簡單。我想寫個濕圖啲嘅 version，就係呢個樣，就係 A 乘 R 嘅 K 次 ，K 等於0。OK， 去到 N 嘅話咧，就等於 A 乘翻1減 R 嘅 N 次啦。OK， K 等於1，去到 N 嘅話咧，好冇咧？嗱，K 等於1，呢個減1啦，好冇 ？K 等於1去到 N 嘅話咧 ，OK， 呢個咧就會係over 1減 R 啦。咁好，送埋呢個式俾你。嗱，本身呢條式咧就係 Core 裏邊有個叫 ASGS 嘅一條式嚟嘅。咁我而家揀一次，大家冇 ，OK， 咁我就俾咗呢條式啦，好冇？咁啊，故事上冇乜特別嘅。咁你又用呢個啦，又assume你有啦，又用下面嗰個，又係記得望多次，到底係咪呢個樣 ？OK， 好冇？兩條，一個係5.4，一個咧係5.9。嗱，5.9呢條咧嚟自以前DSE 舊制02年嘅問題嚟嘅，本身咧就冇呢條式噶。OK， 但我對你引次，因為你冇呢個常識啊嘛，咁我送咗呢個常識俾你先。假設大家有呢個常識，好冇？2分鐘開始。